每次一碰到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距离感，就很像父女。因为我爸爸离开的早，所以他也很疼我这样子。龙哥非常照顾后辈，然后他是一个很爱漂亮的人，然后我也希望他可以漂漂亮亮离开。刚刚看到他的照片，还是觉得非常的帅气。最近有跟龙哥碰到面或联络？其实我们都是在活动宣传的时候见面会碰到，然后每次一碰到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距离感，就很像父女。因为我爸爸离开的早，所以他也很疼我这样子。然后就真的蛮像一个自己的长辈离开了这样子。生日的时候，他还有传赖给我。龙哥是一个很脾气很好、很照顾晚辈的人。其实有时候你会遇到有一些人可能说话比较不礼貌，可是龙哥一直都脾气都很好，对晚辈的照顾也都是很尽心。跟龙哥合作至今已经超过10年了，从我2010年的《回家》，到后来陆陆续续我的《自由年代》，太多了，还有包括之前的《金爱演侦探团》，龙哥饰演我的父亲啊。一路上，我很庆幸可以活在有龙哥的这个年代，受到他的照顾。我和很多晚辈一样，都受到龙哥非常多的照顾以及指导。消息真的太突然了啊！其实这几年陆陆续续，龙哥都一直约说要去山上走走，山上走走，一直都没有成行，让我觉得非常的可惜。对，所以也让我学到要珍惜现在当下的人生，有想念的人不要藏在心里，现在就赶快拨通电话给他吧。